蒸呢種烹調方式可以做到潤而不燥，喺唔破壞食材元氣嘅情況下，最大程度減低脾胃負擔。脾胃強，身體排濕嘅熱效率先會高，呢個就係對抗春季濕氣、穩定轉季體質嘅核心秘密。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個有1500W嘅猛火蒸神器啦。又係我啦，又有新玩具同大家分享啦。我揾咗好耐嘅，夠晒大、夠晒火力嘅蒸爐。點解要強調1500猛火？因為去濕最講求脾胃運化，高功率產生嘅高壓蒸汽可以好快咁樣令食物纖維軟化，令裡面嘅健脾營養變成最容易吸收嘅分子狀態。脾胃唔使再花額外嘅能量去消化，自然就可以騰出更多嘅空間，更有效率咁加速體內排濕啦。春天一到，天氣時凍時熱，個人覺得特別重，又容易水腫，連氣管都好容易敏感㗎。今日咧呢一個7日去濕減肚腩計劃咧，我就會用呢一部北鼎 G67 蒸燉鍋，實測咗8個超慳時間嘅養生食譜，有咗呢個1500W猛火同專業燉煮嘅功能咧，去濕都可以好簡單，好好食。第一道咧就係養顏必備嘅燉木瓜肚膠 G67 嘅隔水燉功能，溫度控制得非常之好，唔會好似明火咁咧滾到冇晒水。肚膠燉出嚟咧啱啱好起晒膠，完美保留植物膠原，潤得嚟又唔會有負擔喎。燉完之後再加翻啲牛奶咧，仲更加正啊！第二道咧就係我最愛嘅懶人恩物桑拿雞汁粥。下層我就放咗啲隔夜飯、水同埋鮮淮山煲嘅快粥，上層咧就蒸走地雞，記得用鹽同酒醃一醃佢先啊！最正就係個1500W嘅強勁蒸汽咧，雞肉極速熟透所汁，而流出嚟嘅精華雞汁咧就滴晒落底層嘅淮山雞粥度，一鍋兩味，鮮甜到一個點啊！仲要非常健脾去濕喎。之後嚟個一蒸兩餸，第三道就係南瓜鋪底，雞肉加少少蠔油同糖做個薄芡，跟住就係秋葵鮮淮山蒸腐竹。秋葵同淮山都係高纖排毒嘅好幫手，因為 G67 唔到1分鐘咧就可以出蒸汽，極速高溫啦可以令秋葵保持翠綠爽脆，唔會蒸到黃晒爛晒咁。對於保留最多水溶性纖維咧係非常有效㗎。第5道咧就係減肚腩必備嘅優質澱粉南瓜片蒸飯，大家可以接受到糙米嘅話，用糙米係更加好㗎。食完脾胃特別舒服，完全唔會覺得滯嘅。嚟緊呢一道咧就係 Costco 買嘅味噌鱈魚，包裝本來建議係用焗爐嘅，但我試下加啲西芹，轉用猛火蒸，估唔到效果超級驚喜。蒸汽帶走咗部分多餘嘅油脂同埋濃烈嘅醃料味，比起焗咧食落去真係冇咁 heavy。西芹咧真係天然嘅去水神器啊，堪稱係呢個腸道掃把咁，可以有效清走你嘅宿便減肚腩，絕對係春天去濕嘅最強配角。講下平時喺超市買到嘅湯包啦，好多人咧習慣用明火去慢煲嘅，但係其實咧用燉嘅效果係更加好嘅，尤其係去濕養生嘅中藥材。針對春天轉季氣管適應問題，我喺大通華買咗呢個湯包，裏面就有雪梨乾、海星、陳皮同埋其他藥材。我就加咗塊貴妃剪，出咗水之後咧，就將所有材料咧放晒入去個燉盅入邊，燉咗2個鐘。海星咧可以化痰，雪梨清潤，配合 G67 嘅恆溫蒸燉咧，出嚟嘅湯超級清甜，而且一滴水都冇少到㗎。燉出嚟嘅湯水咧清澈見底，營養100% 保留，最重要係唔使睇火，唔使怕煲乾水啊嘛。實測完呢幾道菜之後，真係要同大家認真咁樣 recap 一下，點解我咁推薦呢一部北鼎 by 店 G67 蒸燉鍋。首先佢解決咗我一直以嚟對蒸爐嘅2大痛點。第一，唔使等，1500W嘅超高壓定功率，唔使1分鐘啊，就已經充滿濃郁嘅蒸汽，比起市面上大部分嘅只係有800W嘅蒸爐咧，熱效率贏足幾條街。
食材係秒速鎖鮮，而唔係慢慢焗熟，呢個真係最緊要啊！所以蒸出嚟嘅海鮮同肉類係特別嫩滑嘅。第二，唔辣手。以前用舊式蒸籠咧，要伸隻手入去個兜入邊、個煲入邊到抄碟餸出嚟，真係揾命搏嘅。但係 G67嘅空間設計同埋開蓋角度咧，好人性化，好容易咧就可以將熱辣辣嘅餸咧攞出嚟噶啦。希望大家喜歡同我分享啦。嗱，記得睇下留意下邊最新嘅連結，關於呢個產品最新嘅優惠，一 click 買完之後直接免運費就送到去你屋企㗎啦，無論美國同加拿大都係㗎。同埋如果大家有啲咩關於健康生活嘅飲食分享嘅話咧，記得留言俾我，同埋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。下次見。